伫咧疫情以后，台海两岸旅游也未恢复往来。中国国台办就指出，咱国雇助300多的中国相关人员专案申请来台湾参加海峡两岸台北夏季旅展。咱国的陆委会是表示，台湾民众去到中国旅游的风险是愈来愈高，而且这嘛无下双边对等的政策立场，唔才会无同意。 广场空影影，敢若一团本国旅游团来访。台北市国父纪念馆伫疫情前是中国团客一定会来的所在。甲远远正面的101做伙翕相是行程的特色。不过疫情后，两岸旅游一直拢无往来。今年2月，中国刺行团划停了后，代理会邀请中国相关业者申请来台参加夏季旅展，嘛叫互拍倒转去。 比较遗憾，如果能够透过这个展，对大陆的旅游相关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，也有助于这个旅游安全。本来是希望能够增进两岸关系的，就没有想到事与愿违。南方陆委会声明，中国人士来台参加2025台北夏季旅展，是为了招揽国人去中国旅游。不过，为去年中国方面公布电独22条了后。 个人去中国旅游的风险愈来愈悬，无符合专案申请的必要性条件，也甲两岸观光旅游双边对等的政策立场，所以主管机关则无同意。去年台北夏季旅展为中国12省市来的旅游产官界，拢总155个代表来台，是疫情了后上界大规模。 安徽省文理厅副厅长也受邀请致辞，当时海基会表示，这是单方释出善意，希望一步一步，搁再有双方交流。即马又搁对立，旅游业者嘛真无奈。那假如说他们要真的旅游有需求的话，我们会联络当地的 local 来帮他们承接出他们所需要的车子啊、餐厅啊、饭店这些东西。从观光旅游产业的角度来思考，更希望的是两岸能够透过小两会，以和平、理性的方式坐下来沟通。 目前两岸禁团令无解决，不过旅游业者讲，每个月拢有旅客去中国佚佗。今年1月至3月，拢有15万外的中国客入境，双边拢有旅游的需求。学者建议两岸小两会会当继续协商，让两岸旅游会当有破冰的机会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